廖淑儀同你睇天氣，先跟進下內地嘅天氣。受米娜嘅殘餘環流影響，尋日廣東中部同埋東部沿海以及係福建嘅東南部出現暴雨，而廣東中部嘅部分地區係有大暴雨，局部地區嘅雨量達到200毫米。預測聽日廣東同埋福建大部分地區都唔會落雨。但係良好嘅天氣只係維持短暫時間，受熱帶氣旋華加莎嘅影響，星期二稍後開始天氣開始轉壞。中央氣象台預測華加莎將會喺星期三喺珠江口一帶登陸，華南沿海將會出現強風雨天氣。而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7點半，預測大致多雲，初時間中有驟雨，部分地區嘅雨勢較大，同埋有雷暴。最低氣温大約係26度。聽日漸轉天晴，日間天氣酷熱，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，吹和緩嘅東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風勢間中清勁。聽日漸轉吹北風，海有湧浪。展望星期二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，星期三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可能達到颶風，天氣惡劣，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顯著嘅風暴潮。而星期四風勢就會逐漸咁減弱，初時雨勢都會幾大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10，強度屬於甚高。天氣講到呢一度，拜拜。